爱情，迄款该伤害泪稀，留下孤单该最爱。不恨爱跳过日改，命运造成爱离开，爱上有原因爱袂转来。 流浪的心情，梦已来探路。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的你了强悍。流浪的草甸，转来改写，那黑马萨，让爱改命一辈子流浪。 迄个警服无唔错啊。哦，万年拢会变出都暗枪啊！嘿，买下个狗嘞！你们是谁帮我打扫房间的啊？是哆来咪。那我桌上那些纸呢？什么？就是上面有画一些豆芽菜，还有写1、2、3、4的东西啊。丢掉了。丢到哪里去了？垃圾桶。可是垃圾桶是空的啊。你條口垃圾有 T 恤，都飛機空嘅係有 T 恤桶嘅啊！毛哥啊，你们这两个小鬼！出事嘅啦，冇变嚟攞出嚟啦！阿雷哥，今日來交換條件用辦啊？乜嘅條件啊？係講哦，我聽說你有腳步變出來哦，你做得答應哆來咪加做夾吧，帶佢去遊樂園冇？你博點呢啊？佢地杯都還要真呢，冇變嘅啦。一句話我答應冇啊？好啊，你前面都挨鋪吼，挨都答應你加做夾吧，脾氣起啦。係南邊人就會講話順話哦。好啊。哎呦，阿妹哎呦，佢全部都 T 恤哦，留啲橋嘅咩事哦，做啲橋是一條太凶嘅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太子啊，冇變嘅啦。哎呦，答應你啊。佢人還衝撞呢，真嘅唔是錢咩哦？哎呦，假使哦，迄好嘅創作歌曲吼，佢譜唔見得咧，我要記起來啊。假使連個自家都記唔起來，佢都表示啊，今日結果哦，咩強樣啦，本人飛到嚟 T 恤桶嚟啊。我做你啦。
你叫春雨请他自己过来啦，拜托再让我睡一下。不要开起来！哎呦，才5点多，我们要去游乐园，又不是赏鸟，拜托再让我睡一下。不要，不要开起来！哇，今日又日下歐來大哦。唔係啦，也係哦，我老外嘅朋友家嘅，哎呦，開像15年啊，視察出去了啊。哦，阿趁日計劃嘅安全圈啊，就希望唔好讓人破壞了計劃哦。哎，小鬼啊，你講了計劃怎麼肯定啊？我所以提倡你記得向先生先生不用，也係請外界，唔好俾人看穿了呀。哼，你因為啲兄係俾人看穿啦，冇聽說係晨晨嗎？誒，你看，你看哦，你都要先練一下好累啦。呀，唔是練啦。我們要練習。啊？好啦，我先來啦。親愛的老婆。老公。哎，陈先生，到时间莫结束哦。你有什麼事情啊？你看看我帶的什麼？這是最新型的數位相機哦。哦，數位相機哦。哎呦，阿瑞啊，忘了帶相機啦，忘了。阿幹妹啊，真是細心啊。哇，橘子啊，你真是一個熱心又善良的好女孩。有機會啊，我一定多幫你介紹幾個男朋友啊！拜拜。再見啦。加油！旋转木马有一种神奇的力量，做迄本特色小美人，拄巴到自家的公主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知道身高高的人通常会有惧高症吗？哎，那我怎么没有啊？谁知道你的基因什么突变种啊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啊？哎，你不知道我的人生代名词就是刺激吗？这么高啊！我刚不知道这么高你还好吧？没问题啊，还可以，再去玩别的吧。走啊。观世音菩萨，土地公、土地婆啊，耶稣基督啊，请你们保佑啊，保佑我啊，不要出事，不要出事啊！我好高啊，天啊！哎！
快别出去！救命啊！哎呀！不要了！啊！滚地下来！救命啊！哇！我一定要杀了发明这些鬼游戏的人！阿磊哥哥是不是好戏？是好戏。你还敢说我？都没有做哎，还敢笑我？回去心里写跟他们讲好不好？哦，好逊哦！哆瑞咪，你爸爸好逊哦，这样就快昏倒了。我爸爸可是很厉害的，他做自由落体可以连续做3次。爸爸生病了，我妈咪呢？我妈妈加班，所以只有我爸爸带我来。Gary，不跟你们说了，我爸爸要带我去买热狗了。来，你的热狗。谢谢。爸比，那是哆瑞咪的妈咪。啊，唐老师，妈咪。哎，根本你哆来咪有乖无哈？有不乖啊？阿成姨啊，哆瑞咪哦，根本动乖，没搞到真欢喜啊。哦，又拿糖哦，又拿冰棒，当然开心喽。拜托，我才不要吃你的口水嘞。哎，哆来咪啊，这个棒棒糖还有冰棒是谁给你的啊？啊？是妈妈。星星的世界。你有买你啊？没啦，没事情。冇事情哦。嘿啊，迄冇事情啊。不过根本面中不足诶，拄迄种人啊，碰风提股票咧，无生意啊，都像那只鸡狗的咁样，面动烂体咧。阿对先生，听说阿勇讲出来上难挨。哎呀，你有买你啊，你有买你啊，哈？哎，哆瑞咪，你一定知道哦，是谁吹牛吹过头啊？椰子妞妞。原来哦，迄哆瑞咪同学嘅阿爸，迄眼里好教嘅亲主人呐。我记得唐老师还没有结婚，怎么女儿这么大啦？这位是林先生吧？贵姓啊？哦，你好，我姓夏。你爸爸姓夏，为什么你姓涂啊？呀个世界很小哦。好彩啊，哥还有讲清楚嘞，要么晨晨都会变做一首微粉妈妈的呢。冇关系啦，就当做哆来咪恁个阿爸跟恁个阿妹都做得了啊！唐老师，这位是您的先生吧？贵姓啊？啊，姓夏？那你女儿怎么会姓涂嘞？哎，唐老师，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就换过这么多老公啊！妈，你叫你犯人案嘛？假是讲去假乡土，你做冇事情啊？哎，爱用讲咁好，假是我爱用讲啊，讲后你都吃清纯的美少女，变做结过婚的少妇了啊！哎，好啦，俺声音，俺不应该编一种嘅白色谎言。哼，好彩，迄本看出来，要么人个白色谎言可能会变作黑色的闹剧哦。
好啦，反正哆来咪也结束呀个事实，每款家嘅心情无嘛个影响诶。给因为啊，给内容了，像有你是没有怎么思考能力啦。哎你哦，加做给爸比妈咪，脾气本 carry 看，哎呦，就 OK 了呀。哇！有哎，唔会差啊哦。可是讲我团哦，迄有钱人的专利啊，像人家种人哦，抢做的巡线啊。哼，你也那种人了，有哎，种族歧视哦。一个人哦，硬上到青岛啊。 每次都应该要学一条做得赚钱的东西，不过偏偏又想不清楚啊。哦，啊嘛嘅迄做得赚钱的东西啊？比如讲王建民啊，还有考好人气嘅工程师啊。希望你有上高数也唔会差啊。系啊，还没有听人讲吼，卖我的面线出好几千万的呢。系啊，古说。 我实在想唔清楚哦，到底要做嘛个行较好呢？想唔清楚哦，迄正常的啦。高中了时节啊，应该要做的吼，都要留功课准备好，还有啊，向书强存。那又按简单的啊，结果后呢？唉，高后的事情哦，真难想得到啦，免无法度控制的啊。 古说二两段期间，迄铁齿油的，想要学吉他就学吉他，想要打球就打球。无听错，你会变艾利克克莱普顿，或者是王建民第二哦。艾利克嘛，个贵，迄么人啊！唉 ，Eric Clapton， 迄吉他之神呢，很想要学吉他的。哦。 搞你啊！喊点嘛该贵啊！考龙啊，这数字有没有？1、2、3，有吗？1、2、3啊！哎，来西和弦。西。好。喂，茶客你好。请问彭春梅小姐在吗？哦，好，请你等一下哦。阿纯义，天发。哦，喂，哎呦，我的天发哦，什么？哎呀，你好，我是彭春梅。彭小姐，您的体检报告出来了，子宫颈抹片检查的项目需要到医院听医生的报告。哦，有问题吗？ 可以请您下星期到医院一趟，医生会跟您说明清楚的。哦，这样子哦，有什么病吗？不好意思哦，杨医生只交代这些。哦，好，爱弟，好。阿纯义，啊？用白人啊？冇啦，冇乜嘅啦。 前几年啊，我要去照顾饲主公咩，喊等，古说我要做空间检查。结果呢，你的身体有乜嘅问题冇？哎呦，我有乜嘅问题？我有老牛强用的啊，喺医院哦喊我去拿报告啊。条到唐人讲天发啊，我觉得有乜嘅太事情咧，老爱吓到。 因为有买个太事情哦，臭啊，太子啊，4三几度嘅sản婦哦，老係拿出來啊。好啊。
喂，你好，陈怡。晨晨，呀哈，你有喊冇？有啊，用白影嘞。冇啦，有一些事情啊，唔敢伫迄乜个子宫颈癌啊。子宫颈癌哦，哦，这是因为啊，人类跟乳头状病毒感染的关系啊，一般哦，可能是新生发较复杂。哎呦，冇诶哦，俺老公哦，是这个今年的，俺就是哦，俺就是，偏那每年个事哦，俺都冇等过的哦，俺一直守身如玉的。春怡啊，发生乜个事情啊？冇上迄。上摆哦，去医院哦做健康检查啦。近半年哦，医院叫俺去复诊啦。春怡啊，你先唔好紧张哦，来等下哦，扫描，然后查一堆资料啊，你先唔好一家一家哦，吼。好。错啊，晨晨，遐个事情哦，应该同俺报咩哦？哦，俺惊哦，阿瑞很细年的哦，佢就会笑的。好啊，咁你也唔好太紧张啦。冇听说下礼拜一复诊，根本就冇事情了啊。按这些哦，哈。不必哦，冇事哦，冇事情哦。春怡，要调个资料哦，你看一下，先冇想太多啊。哎呀，也冇想甲想安多啊。不过伊个一通电话哦，害我个头脑空空的哦，心肝肚哦，清乱的。春怡，你以前有买个冇爽快的枕头无？冇啊，乜个感觉也冇感觉啊。不过这烟打电话来过后哦，那个心脏哦就一下夹一下慢的，一下慢的哦，哎呀紧跳的哦，还有哦，那个学力度哦，也迄枕头注意冇？春怡，这个人太紧张。哦，紧张哦。紧张啊。我该么走？春怡，我今天啊进一双新的洗碗机呢。这个啊，它很好哦，它完全没有加化学药剂，很有健康概念呢。而且啊，它价钱还跟之前那个差不多。哎，春怡要不要试试啊？健康概念哦。我就要这一罐了。还有以后民宿的日常用品哦，都要拿这种有健康概念的哈。好啊，春怡，我会帮你留意的啦。干嘛？以后你要多照顾我们家小孩，还有阿蕊。我早就把他们当自己人了，这种事不用春怡多交代了。人生无常啊，生老病死，有的时候不是按照时间一样这样子发生的。哎呦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什么都讲求效率啦。你看，不管是先成家后立业，还是先有后婚，都已经不会有人在意的啦。而且啊，你看啊，我跟阿雷小时候还不是常常吵架啊、打架，谁知道长大会变这样？啊，人生无常，才是一种乐趣啊！对不对，春雨？哎，春雨，怎么又赊账了？吼！春雨，你看掠到七福，总下累累，心头寒风焦焦呢。哦，什么呀？过后哦，两三张个哦，爱牢记着第皮啊，迄皮料吼，爱去阿顺叔鸦片买较便宜啦。还有啊，鸦盆花啊，吼，开花个时节哦，莫淋水的，鸦条树哦，大果子个时节哦，吼，爱记得向阿顺叔哦来做虫的。拜托，春雨，这条树我打字哦，唔对，等到内时。哦，反正啊，你记得就好呀哈。什么呀？你迄哦，庆孝的事情个细年的吼，小用啊，给好恁家堂，
反正甲我卡个土鸡哦较好食，太子啊，几个咩个啊，总会冷空的啊，有限哦，老几搬开哈，还有迄么人啊，阿 K 啦吼，冇本记哦，他电脑太久的哦，对母猪唔好的哈。阿全你唔很用心啊！我听太子讲，佢讲你有点怪怪哦。那有乖乖，冇乖乖啦，冇乖乖啦，什么呀？你迄亚威太牙子，改了几多，我卡个事情也应该啊哈。爱啲啦，全你。不过唔见交代俩，交代嘅讲法还冇乜个精神。唔知介人哦，还老到你头交代好事呢。哎呦，呸！哎，童言无忌，我要进去，啊，没事。哎，你有敢有发现啊？阿孙你俩把我动奇怪。夫人让俺讲，中国体育界太公人系杨利伟，而俺认真读书，不来做体育界太公人，俺样机会动讲啊，个性系有什么危害呢？很奇怪的讲法，不过阿孙伊笑我讲，拜年我当然去看天样。真紧还会改啊？真的啊！之前我就会凊彩老弟讲的，佢根本伊就答应讲我当然去咧。还有很较神奇嘅，今明日哦，阿春因南定规队吉他嘅书要本爱咧。头摆我请老弟掏200元哦，我买一本吉他唔现咧。奇怪，竟然今明日南定一队要本爱。阿孙宇，还是唔错路啊，还是错到才见啊。阿春伊吼，从接到医院打落去天花，就变得真奇怪呢。既然阿孙宇有办人啊，佢搏平了哦。佢讲伊冇事情啊。正经系安尼哦。怎么样？我来天数你生活好嘛？原本你母亲节迄幕啊，哈，你老爱天数洗碗哦，哎应该落风雨哦。素梅啊，你敢迄有乜个事情二老爱讲，啥无讲的啊？你做嘛个还有事情和老你讲啊？你爷爸爷妈哦，过生过休哦，我就去想念哦，老你太太呀。哎，我个个性哦都懂出，有样有事情哦，哎，规种条个人啊都会敌耶。对啊，迄个刚严到，哆来咪啦使用交给治鼻炎去啦。我爱照顾了着生人的，这样从没态度来看吼，你讲的话很认真的。哆来咪哦，你用我老爱的资料拿去搞的，实在。下个礼拜去福建，来便宜落去啦。哎呀，我去看妇科呢，你三日每年平来去哦，会年免费啊。而且迄福建啊，无马鸡啦。无马鸡哦，那种都唔是少啦，还是便宜落去嘛。啊，假使永远免费吼，你都来叫得小鸡，哎吼，迄个叫小狼狗啊。嘛个小狼狗，你无爱免皮啊，还要免皮嘞。哎呀，唔会啦，还是小狼狗啊。好啦，哎呦，来，洗饭，晒晒。来便宜落去啦吼。好来洗饭来。春雨，哎，你上次啊没买到那个染发剂，刚才送来的，是这个颜色没错吧？阿卡莫哎，听说染头发会得癌症呢。哎呦，拜托，春雨，我从18岁就开始染头发了。你看，不止头发染，连眉毛也有染啊，还不是壮得跟牛一样。
而且啊，现在找不到一个没有染头发的人了啦，除非是秃头没有头发可以染。反正我也不是什么休赏个什么啊，我不敢流行啊。如果不小心得了癌症，那不是很衰吗？说到癌症，春雨，听说那个理发店的秋玲姐啊，她长了一个跟足球一样大的子宫肌瘤，好恐怖哦！安胎哦，那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医生说只好连子宫一起摘除啊。秋玲姐啊，她只开刀住院2个礼拜，出院就发现老公有了外遇，现在啊正在办离婚，好可怜哦。春雨，我们找个时间去看她好不好？好啊，去看看她。我现在家里还有事情，我先回去了哈。春雨，染发剂啊！不要了。为什么不要？阿瑞，看阿春伊个样诶，几下摆个空间检查，身体亲像真经有点问题诶。阿弟啊，骨素其他建议吼，情绪无啥问题。本来巴肚迄面相个生意无好，伊伫个小姐都说过，较福气的福费，还是省发费啊。其实这2件事情哦，没问题。建议嘛个想法无？送梅的空间检查，我下1礼拜才会出来。那钱的问题哦，卖上好的啦。感冒的朋友哦，就可以跟拍，伫个请蛀虫的果树，我想落去吃看下。佮太好了啊！创歌本来就很硬个专创，做得有1只机器，重新去到舞台上创歌，听说真欢喜个。欢喜的欢喜，不过外面唔伫两百多的创急救。用版型啊？因为拍各种美术，3996经营进度。因欢喜咧，酒就会越啉越多，酒啉多咧，就会闹事情。闹事情的看到咧，就会无爽快。莫因伫来两百做的经急救。阿瑞。你做唔得按用哦，也哈，迄阿春伊唯一个支出。听说运气，迄无阿春伊又要受理，又要引起小朋友个不安。爱弟啦，春菜，你弟无？弟嘛个啊？那个药诶，会恐吓自杀死的。给你一个甜食，那根本去强用，连风吹到面红的感觉都强用。规件以外，都脱脚，脚都来付唔出发音。假使送梅真紧用，其实还没请假呢。MD 这个电答案嘅片面，心情很用，迄恐慌，也迄头脑空空，送梅佢哋嘅心情。听说真无安心，我用做，我做得每个做乜嘅？阿瑞，所以，什么夜子记起来暗餐做好咧？阿春姨，无关系啦，唔买个东西哦，俺做得准做点心吗？
安尼真好呢。生意啊，皮本事。唔管啊，我陪你死啊。我讲你以后无人爱呢。就算无人爱，我咪会吃力吃强啊。心怡啊，你要吃力吃强哦，真见好了，搁较上问到的。你看你啊，大陆妹，草都暗落的，要不都无体的呢。还有两百个，贵啊？我无表扬有蛮生人家吹瓜，煮到变吹瓜布的呢，没学的啊。凡事求算嘞，怎么解印你根本而实在啊？又唔系出人成啊！啰嗦，爱心唔是青菜啊。心太子，你怎么唔同阿俊谈判啊？好啦，我头。哦，哆瑞咪最乖了，来吃饭饭啊，来，很正你小，可以赶快射给呢。这个哦，给你配着这样子去玩，好不好？好漂亮哦！宋妹啊，无公平啦！你都老哆来咪吼，买新的衫呢，俺连一束吼，谁比我都无。你看啦，来做吼 T 恤、牛仔裤，像一张太服衫的呢。明明按到水嘞，还唔系面对现实哦。迄个人家后生的嘞。总比你吼嫁做老夫的好啦。哦。你好先说哈，我去做下哈。是啊。举报空了，吃饭了。过来吃饭。对啊，继续吃菜萝卜，才饱了。小梅啊，醫生係咪曲天后？他忙了，应该有太身体了。我不想要离开你掉了。小梅啊，你唔會離開你啦。以後還得留你做種菜呢，煮飯啊，洗衫。你還得看等我結婚，聽說我吼帶生意嚟啦。因為做嘅事情吼幾簡單呢，聽講白哦，冇時間本日不平啦，你安心啦。你的命好坏哦。小梅啊，冇叫你啦，你看，安姐哦。好啦。你種聲音嚟咧。冇叫啦，冇叫啦。什麼？你要干嘛？你把话给我讲清楚哦。你是谁啊？我根本不认识你。你有没有奇怪？你讲清楚哦，放开我！不然我不让你上课。我又不认识你。哎呦！快点说啦！哎，那不是杨淑慧吗？怎么跟金刚大头在那里拉来拉去的啊？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那不是我，从来没有上交友网站，是别人冒用我的照片。你放开我！金刚大头，什么事啊？哎呦，沈大志，你不是回去好好读书了吗？怎么样？今天突然想我们了？不用跟没义气的人啰嗦了。杨淑慧是我班上的同学，你们拉拉扯扯的干什么？他们
们说我在网站上跟他们很熟，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。照片上明明就是你，电话、学校也是你给的，不然你以为我会通灵哦？我就跟你说了，那真的不是我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金刚，没有人那么白痴，没见过面就把真实姓名和电话留给网友，一定是有人恶作剧。什么叫不认识？金刚2个礼拜花了5000块陪他看电影、吃吃喝喝，其中还4000块是我借他的。哎，我又不认识你们，怎么可能跟你们出去玩啊？我看哦，你们一定是被人家糊弄了。大志，怎么样？我跟马子的事，你想插手是不是？哦，人家已经都说不认识你了，你一定要替他出头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样？我够了！太久没扁你，我看你皮在痒了。大志小心！没事吧？沈大志，你有种！我今天带你们学校说清楚、讲明白。怎么办？他们要去跟学校告状。以后你再欺负我们学校女生，我一样海扁你们。我们走。沈大志，你给我进住！报告。怎么办？护士阿姨好像不在哎。没关系，你先坐一下。哎，沈大志，你要干嘛？帮你清理伤口啊。你会吗？把伤口清洁干净，再包起来就好啦。哦。哦，会痛吗？有一点。你要忍耐点哦。好了。谢谢。你还真的会哎。还好啦。你的脸也受伤了，我帮你擦药。没关系啦。这样就好了。对啊。你不消毒一下吗？不用啦，我的已经没有在流血啦。可是这样伤口很容易发炎呢。安啦，我的皮很厚。沈大志把我们打成这样，你看，这些都是啊。唐老师，你们班上的沈大志还真了不起啊！现在人家都告状告到我们学校来了。他不但还把我马子，还把我们扁成这样。如果你现在不处理，小心我会告到教育部长那边去。我们不是现在不处理，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沈大志。等一下，我们会把事情通通问清楚。他把我们打成这样，我看一定要把他退学啦。该怎么处罚？我们学校有学校的规矩。你们2个可以先去医院验伤治疗，医药费我们会全部负责。如果还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找你们的家长商量。没有啦，其实我们只是要讨个公道而已啦。没问题，我们学校也不允许打架闹事的情形。好啦，你们会处理，那我们要先走了。秦主任，我看那2个学生没那么简单。他们不简单，你们班上的沈大志更了不起，还把人家马子哎。应该不会吧？我从来没有听过大志有喜欢的女生。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唐老师已经有一个念幼幼班的女儿啊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唐老师，我知道你对教育很有热忱，可是光有热忱没有方法是不够的。
如果这次沈大志不能给学校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很抱歉，我不能让你这个老鼠屎把整个校誉都给打坏。我知道。孩子，你好讲我陪几条朋友，唔系请久无联络嘅，因为肺炎又招来请你啊。阳光和云好亲密，让我想闭上眼睛。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。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。似梦已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。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。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